启示录第14章，我再看到羔羊騎在錫安山，同佢腳下嘅有144000人，佢哋嘅額頭寫定羔羊老夾巴嘅名。我聽到有聲音對天堂來，像大水嘅河聲，也像雷公嘅大聲。我所聽到嘅聲，又像琴師彈弦琴嘅聲。佢哋騎在寶座老四嘅生物並眾長老嘅面前，唱一首新歌。這首詩歌只有對地上救贖出來嘅144000人會唱。這條人全部係唔識乾坤富裕嘅童男。羔羊行到那位，佢哋就停到那位。佢哋係對人類中救贖出來最先獻本上帝老羔羊嘅，佢哋從來唔識講話了，係無缺點嘅。我又看到另外一個天使在空中飛，佢有遠遠嘅福音，我向世間各個國家講明出，各種語言，老各種嘅人宣布，佢大聲講：愛敬畏上帝，將榮光歸本佢，因為佢審判人類嘅時節到嚟，愛敬拜嘅創造天地海老一切前人嘅主。第二個天使停定講：忘掉咧，太巴比倫忘掉咧，因為佢是那淫亂嘅烈酒分萬民飲。第三個天使停定佢條大聲講：萬人拜嗰隻惡處老記嘅相，額頭也係樹骨淡過如正記嘅因嚟嘅，就愛啉上帝嘅烈酒，呢個酒係無頭淡，正在佢發現嘅比嘅地步嘅，佢就愛在眾聖天使老羔羊面前數烈火老流亡受嘅痛苦，khiến發佢哋嘅火焰見衝頂上，仍然唔會停。拜嗰隻惡處老記嘅相嘅嗰條人，數到佢嘅名號，正因為嘅日也不得安息，因為咁樣，嗰條服從上帝命令，對耶穌忠心嘅信徒要有耐心。我又聽到對天堂有聲音講：你要寫下來，從今以後，在主地位來世嘅人有福氣。聖靈恩講：錯，佢哋會結束勞苦，享受安息，因為佢哋工作嘅成果會停定佢哋。我一看到一團白雲，雲當坐定一個像係人子嘅，頭拿戴定銀面料，手拿千里嘅火梁。另外有一個天使對升天出來，對坐在雲當嘅大聲講：時間到嘞，地面上嘅五穀熟嘞，請存出你嘅火焰去疏割。嘅坐在雲當嘅，就用佢嘅火焰向地面拼下去，地面上嘅五穀就疏割嘞。我又看到另外一個天使對天堂嘅升天出來，佢也有一支千里嘅火焰，接定又有一個管理火嘅天使對祭壇嘅位出來，對數那千里火焰嘅天使大聲喊講：存出你嘅火焰去數地面上嘅葡萄，因為葡萄已經熟了。嘅天使就用佢嘅火焰向地面拼下去，疏割地面上嘅葡萄，將佢哋放在上帝發現嘅大榨酒池地杯，用腳點上外列隻榨酒池地杯嘅葡萄，有血對榨酒池流出來，鹽到300公里遠，約有2公尺長。